看到海了，海边了，黄山哦，屏东的黄山村、黄山乡，屏东车城往南。哦，我看到海边了，看到海边了。大大花园。车上有这个充电的，充电连线，电连线插那个 USB 口就可以充电。啊，真好真好。那可能这个那个构想真好。坐游览车你可以手机充电，又有电连线，充电宝也可以。哦。